万青默默从头到尾打量了妙丽一会儿。妙丽的身子靠着玄关的墙壁，低下头。我对老师做了不对的事，要是不当模特儿就好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回去吧。不过村里的人都是傻瓜，不了解什么是艺术，而且妙丽，而且没有关系，回去吧。再让别人看到就不太好，人言可畏啊。回去。那好啊，老师，让别人看到也没有关系啊。吕赫若蓝衣少女，竹枪上的蛇模日，俩竹枪上的蛇模日其实是一张画的名字。这个故事俩古系讲，入界教书的先生当下法突，他佢法突想要去参加比赛，他佢拄到佢头摆教过的呢个蛇模日呢个女学生，他俩学生第一要参加比赛，是当高兴，老佢讲先生，我做你的模特好么？好。然后他们就在教室里面就开始画，俩蛇模的画像。可是这幅画被别人知道以后，是该下该石头该沙灰，当多人是讲用一个蛇来了一个蛇模是一个物理去画那个图俩很不见小的事情呢。那个图画后来就被当作是一个犯罪的事情。这个总得不要给读生活，免得不得不起。嘿嘿嘿，造成各位乡亲的麻烦，爱情排泄。高总，拜托，主持公道啊！好，爱迪。作家吕赫若，他到最后给了这个小说。一个强有力的结束，可就是没办法逮捕你幸福，千丈的万人。先生，你做嘛个？他不会有用的，前面还没开到牵死面头前，千万莫冲来安尼，应也都安，兄弟，拿你个给就是的。先生，你做嘛个？上牌。不用说，在民国29年就有这种思想。那个时候的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油画。那个时候的人，很多对于绘画可能还停留在国画的，譬如说泼墨，或者是画山水，或者是画花鸟之类的。对于西画，基本的了解可能也只局限在水彩吧。懂得油画的人，想来是不多的。那时候他会想到说，让一个小学老师，喜欢画油画，然后还有模特儿，这个都是很少见的想法。那么可见得这位作家吕赫若先生，他的生活里面接触了非常多，不管是当时的日本时代，或者是西洋的一些国家的一些东西、一些文化、一些思想、一些逻辑，他应该是自己很肯往上看、往上走的一位作家，因此他会想到很多跟当时作家不一样的东西。